你有冇試過身體檢查話冇事，但係個人硬係有啲講唔出嘅唔舒服呢？好多人揾我嘅時候唔係咩大病，但係就長期好攰，瞓唔好，個心好亂，藥食咗唔少，身體反而越嚟越唔安心。我唔係叫你即刻停藥，亦唔會用咩神化嘅方法呃你。我做嘅只係陪你由飲食、生活同埋個心開始，慢慢調理亞健康嘅病，喺安全嘅情況減藥，甚至有一日唔使再靠藥。真正嘅健康唔係死撐出嚟，係當你個身體同埋個心都有人照顧，健康就會自然返嚟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其實唔係病，只係撐得太耐，留言同感或者私信我，你一齊行呢條健康嘅路。記得 share 俾朋友，一齊揾返身心平衡健康啦。管理健康，療癒心靈，歡迎私信迪安。